膠片就係你哋嘅戰場，孩子希望能夠揾到佢哋嘅話事權。當然，父母有佢嘅辦法去應付。孩子會使出更加多嘅招數，希望父母就範，但係父母有一定嘅應對。於是乎，你來我往，你攻我守，於是乎就出現咗不同嘅子女同父母嘅紛爭。但係究竟結果係點唔重要，子女贏抑或父母贏，最重要嘅係喺咁嘅紛爭嘅情況之下，都能夠仍然維繫住子女同父母之間嘅關係。究竟係乜嘢呢？呢9塊方片嘅背後就話俾你聽個答案，而喺我嘅講座就講俾你聽。